台北市的通化街喺50-60年前客人上台北发展栖息嘅素材。不過過少年底，喺台北市林業試驗所後背嘅三人街，也係村外種代表嘅客人填土嘅場所。家下有幾多嘅同鄉一地牽一地來到三人街上見入檔。12年前，我哋陸續報道過一個台北市個有人情味嘅細細客家莊。不過都會期客家文化環境本單路個嚴條，提倡推子提天初會讀到語言流失的情形。12年過後，三人街還可能會都市更新哦。客家鄉親唔係無錯嘢，細走嘅都係老嘅。三人街也就細細嘅客家莊，而今年會看唔到嘅。路巷茶尾來來去去，人高上高下，也喺台北市去品嘗嘅風景。我行過入地位，細細巷嘅路口有一啲無乜嘅人地嘅小蔬菜，簡單標嘅幾種等呢，就係三人街嘅客家鄉親，佢接提嘅材料當地嘅蔬菜。全部老人家好多，有咩客家，有客家行啲個3-4家全部客家人，嚇。有盤子太假多了，會打最久啊，對吧？因為大家忙上了，大拜三會上來，拜上多了才這樣多了聊天啦。好，幾多錢？150，大幾？150。12年前，我哋就是報道過三人街一個台北大都市導向細細嘅客家莊。街路中各嘅雜貨店條街樣，愛囤貨袋，放黑豎起來無愛做嘅。斜對面嘅車媽媽整出幾重嘅噴香嘅竹籠板，一條畫面就行記到清清楚楚。唔過營業額就10年過去咧，雜貨店條街樣係到養老院起嘅，離開三人街。車媽媽有一半嘅時間就係睇土養老喎。工人過節有人煮飯，攞會打竹籠板來賣。也是種落來個謝媽媽，其實也不做菜包，做個客家人的個粽啊啦，乜個東西都是在做。還第二天檢修嘅雜貨店，一個做家屬面，底下身體唔好，去帶養老人嘅，他佢咩係個種90多歲咧，連到全部行人大家都，所有很多行人上。以前這個後面那個8弄裡面，統統都是客家人，好像客家莊一樣。所以現在老的都過世啊，年輕都搬走了，這樣子就不在這裡了。50多年前，也有土送每位客家鄉親離開家鄉，上來台北打拼。一類看一類，平平都係客人，大家窮下睇三人街落腳故事，嚟形成一類都市導向嘅小客莊。差唔多60多年前啊，比如講我先搬過來，我朋友先上我來台北，你介紹幾代？來，我隔壁有間，我介紹幾代，就是見到。當時做時候，大部分都做官道。如果攞3輪車啫喎，攞個3輪車裡面那個人腳踏喺3輪車，還有嗰啲牛車啫嘛，牛頭車，還是做人工啦，就冇清楚啦，大部分工人多啦，做生意也少啦。我結婚就攞一袋啦，係啊，結婚攞去到台北做條路，我是攞一袋。我是都要帶50，我娘50歲了，52了。我結婚第2年就生了啦。三人街像一條天地共用，一旦規辦生意嘅生命同情感，就睇下見大見發展，睇下成家立業，傳子傳孫。我也下4項嘅導向，4件嘅業務，做唔落後3年嘅需求，大家常在出去發展。第3推嘅主題，韓國唔曉得講下，
11年過後，再過去拜訪三陽街嘅客家文化、講客嘅環境，唔是上出地。該下四歲調應該帶去啊，他到後來讀書，他媽媽才帶走，啊，他都搬走了。那他以前會講客家你哈？不會，完全不會。不會，連我兒子都不會，我兒子也不會，因為我先生是外省人嘛，啊，他生下來統統都講國語，就沒有講客家話。客話見來見冇得去，但是從也種係奶嘅輩啊，全部係咪講，係咪就孫嘅輩冇談唔會講，冇講用語言冇啦。阿公那佢講出講客啊，係佢聽先。誒你講客，其實講都講國語容易回答，要俾人嘅。常常喺講客話喺無佢則會推廣出去常常會到家兩推三推去客話會見到見少。文化老母語進入都市基本上是喺一個條件性最差嘅時節啦嚇，因為都市是講通用化咩，個通用化是你都台灣是國語啊，所以你要講國語化，嗰時人客話人是會簽都唔會冇記得講啊。即係頭擺講話是講不開聽講啊，從我輩人講埋都得嚇。唔過呢樣情況嚇，雖然呢從我去其實咩冇堅持講，因為照自家太人嘅個想法吧，同學之間讀到跟人講唔咩愛出拳老愛冇窮下人嘅雖然是咩當唔掉所以自然雖然是咩天然超權嘅人不管講好路啦，講國語化啦，總係客話冇講，到我輩人啦。個全部行業間都個次次睇到個每條個全部行業，全部買睇睇嘅。假使都行客家嘅未來會係樣呢？也係睇都市嘅客家鄉親，天初愛面對又知道唔啲愛用解釋嘅問題，也三陽街愛面臨都市變遷呢？佢也細細嘅客家莊，行客家就會死死散散呢。大陸人都good嘛，大部分嘅土地喺國有取出來踢嘛，就防止喺人家踢喺國有嘅，所以佢要都跟那些叫做搬走啊。這個地方就因為要都更的關係，所以他現在就是說有一些建設公司就把他們的一些地上物全部把它買斷。那買斷以後，他們就是有了一筆錢以後，他們就往外發展。所以現在他慢慢就是說有一些比較老的人家，有的住療養院，那有的就是說年輕人如果有拿到一筆錢，他們就又往外去發展。那這個可能就是他們主要人口稀少的一個原因啊。就算路為路，走為走，辦為辦，環境改變，三陽街嘅行業見來見少。唔像我嘅阿伯講，還係堅持愛睇細細嘅蔬菜，要始終囤日子，讓啲時間，讓啲日咧。這外條行業都來草料嗰時拿來啦，將個時鐘當起來拿來了掉全部外裝將啲時間將啲日咧。因為客家人做呀，太只草料是會個是啲時間11點我辦我轉，用這樣方便啦。那你27了？對啊。一日天光，一日暗，日嚟經過，歲月無情。特別三陽街細客莊，就會3千呢。細細間嘅愛護嘅，等就會起高了。漢拜又喊我有萬人記得，也只個是有一個行業中。